Hello，大家好。我先做一個自我介紹先，我係 Joseph Chan。咁我係叫中文名就叫姓陳啦，陳百海先生啦，亦都可以中意啲人叫我做 Joseph 嘅。大家好。咁呢就喺個影片嗰度，我主要分享一啲同身心靈有關啦，同埋心理健康有關嘅資訊俾大家嘅。我都希望呢透過我嘅影片同埋文字嘅資訊呢，都希望用一個比較簡單易明嘅方法分享一啲有關對大家有切合到實際情況同埋需要嘅一啲心理學資訊俾大家嘅。咁我本人呢，就係一個心理學同埋身心靈嘅學習愛好者啦。咁而家都繼續去進修緊有關正念冥想啊、催眠治療啊、人類圖啊等等有關嘅心理技能嘅訓練啦。咁我喺呢度都我先講一聲先啦。咁就本人就唔係一啲嘅心理學嘅大師，所以咧我就唔會去分享一啲同心理學有關抽象嘅一啲研究理論啊嗰啲嘅。咁我盡量咧就係會以一個積極正面有關同能夠帶俾大家正面能量嘅一啲嘅資訊俾大家，希望大家聽完我嘅影片同埋我嘅文字資訊之後呢，都希望帶俾大家內心裏邊有一個正向嘅成長嘅。呢個我就同大家介紹一下啦。咁我嘅個人經歷呢，其實我之前呢都係經歷過一啲焦慮啊情緒同埋嘅都係個人嘅情況都比較內耗嘅狀態啦，亦都有我本身嘅個人議題，例如喺原生家庭帶俾我一啲嘅議題未處理好啦。咁我都會有陣時候，我明明我想去做一啲改變，但係我想做，但係做到最後都係徒勞無功。點解呢？因為呢一個種嘅原因呢，都觸發咗我去讀一啲心理學，去更加去對我自己嘅個人成長啊，對於自己引發出嚟呢件事嘅情緒嘅背後原因呢，都有一個比較有興趣去探索一啲深入嘅原因啊。其實呢，好多時候我哋做唔到，我哋最後冇辦法去堅持去做一樣嘢嘅原因呢，源於我哋係我哋嘅原生家庭啦，有關可能植入咗有一啲有關我哋一啲唔係咁好嘅嘢喺我哋腦海入邊啦，以至到我哋明明想做改變，但係到最後都係徒勞無功啦。咁就亦都促使我繼續去學習一啲心理學啊，或者係一啲身心靈有關嘅知識啦。咁而家雖然話我都係可能都仲有少少嘅個人議題需要去繼續去成長啦。咁但係好明顯咧，比起我之前咧都改變咗好多嘅。我好明顯同大家講咧，其實我而家就明顯行動力比之前好咗好多啦。講嘅嘢都起碼有信心咗好多啦。我可以有信心去拍片，去同大家分享我所學嘅嘢俾大家啦。咁係啦。咁呢個呢，就係我少少嘅個人嘅 background 啦。咁亦都我自己都有能量去繼續去做一啲同埋服務一啲嘅弱勢社群有關嘅工作啦。我都曾經喺 NGO 機構同埋一啲精神科嘅醫院嗰度都做過一段時間，都嘗試過去用過一啲心理學嘅一啲嘅理論去嘗試去應用到一啲精神病康復者嘅身上。結果我的確係用咗一啲心理學嘅理論之後呢，確實同佢哋同呢一班人精神病康復者嘅相處都容易咗好多，工作亦都順暢咗好多。佢哋都內心裏邊都充滿咗啲能量。除咗佢哋去食藥去治療佢哋嘅病情、康復嘅病情之外呢，亦都透過咗我嘅一啲嘅心理學有關嘅一啲嘅傾聽啊、陪伴啊，同甚至乎去給予一啲嘅鼓勵嘅説話，然之後再加少少簡單嘅一啲嘅可能係輔導啦。咁亦都係加強翻我同服務使用者之間嘅一啲交流互動嘅效果啦。咁亦係從中亦都獲得咗一啲工作嘅意義嘅。所以我都覺得其實心理學其實真係如果係用得好嘅話呢，的確係可以好偉大。咁亦都可以心理學本質呢，就在於係喚醒同埋鼓勵人哋，係鼓勵大家去促進大家成長嘅，而唔係一個讀心術嘅一個科學嚟嘅。
咁我嘅主張嘅心理學咧，就係希望係喚醒同埋鼓勵到人促進改變嘅一個宗旨，去同大家分享一啲嘅資訊啦。咁我而家講咗咁多啦，我見到咧就係我而家喺海濱個地方啦，同埋見到嘅就周邊有啲樹木啦，係啦。咁其實咧，我都本人咧都係幾中意去一啲嘅海濱嘅地方，同埋去中意一啲係一啲花草樹木啊一啲嘅地方。點解咧？因為呢啲地方海水同大海同埋個花草樹木嘅綠林嘅園景咧，都帶俾大家有一個療愈嘅作用嘅。咁係所以咧，就我都本人都幾中意去一啲係比較 relax 啲啦，同埋係一啲有療愈自己嘅一啲嘅場景啦，去做一啲自我嘅探索啦，同埋去希望俾自己一段空間嘅時間俾我嘅內心啦。所以咧，我都係希望咧就係咯，如果係想用做一啲簡單嘅放鬆嘅話咧，可以嚟一啲係海濱地方，同埋有花草樹木嘅綠林園景嘅地方，都對於大家提升嘅身心嘅健康都有一個好大嘅幫助嘅。因為都知道啦，係身處喺一個城市大都會裏邊咧，節奏咁急咧，始終內心裏邊都會有好疲乏節奏太急，好多時候會遠離咗自己，唔知道自己係想做啲咩嘢啊。咁係喺呢度喺啲海濱附近嘅地方，沙灘啊，或者係啲園林嘅景地呢，你會俾到一啲空間俾自己呢，咁就會你會遠離咗一啲嘅煩囂嘅地方，咁就會俾自己有一個休息嘅地方，更加知道自己嘅內心想如何咯，係啦。咁就呢個我介紹俾大家嘅方法啦。咁我以下喺 YouTube 下邊咧都有一啲叫做 Ko-Fit 嘅網站嘅。咁喺 Ko-Fit 嘅網站裏邊都繼續分享一啲有關可能我會錄一啲嘅冥想啦，或者係講一啲嘅心理學嘅故事啦，都會講一啲就係同心理健康有關嘅一啲正面嘅信息俾大家啦。咁大家可以隨意去瀏覽啦，或者係按自己嘅一啲嘅自己嘅需要咁去隨起去捐款啦。好咁就下面就有我嘅 Ko-Fit 嘅一個網址。咁大家下次見。